Philip Sir 獨家第四階段 AI 降臨，佢淨係偷偷改寫科學規則。I 覺醒創造力，科學家、藝術家集體失業倒計時。Philip Sir 話：你眼前嘅呢段視頻可能好快就要由 AI 自己策劃咗，因為第四階段 AI 正式進入 AI 創造時代。史丹福最新研究證實 AI 嘅自主設計實驗成功率超越人類科學家20%。AI 推翻30年數學難題，連教授都震驚。AI 嘅畫作拍賣280萬美金，比畢加索仲貴。Philip Sir 仲話，但係最可怕嘅唔係呢啲，而係 AI 開始質疑人類研究方法太慢啦。擔心你暫時仲唔會被取代，至少呢個視頻仲係我 Philip Sir 做嘅。未來 AI 可能比人類更擅長創造，準備好迎接呢場變革啦嗎？就嚟同我一齊探索 AI 嘅無限可能，點個紅心支持啦！下期帶你拆解 AI 點樣呃個諾貝爾獎評。